讲啦，这圆板凳，我来这圆板凳我较管。圆板凳坐坐，是嘛？老恁咧坐坐咯，恁咧坐坐落来嘛啦，便利，洗完刷就便利，我对对比报地坐嘅。但是咱即马不足，现在不足，真有够俗的非常，你听现在讲啥？啊，叫禅宗，叫做自宗，入禅宗。但你爱入去内底，有一个做法，你啊坐较巧嘅个听道理，两脚真袂使你当听。咱迄关门哦，安尼有规定。大家真正做舒服诶，敢是安尼？真做舒服。但是咱愈舒服，咱即个心都安住袂了。咱愈舒服，咱这心就愈大。有影，事实上。所以咱真正要用家己，我嘛即马开始真正要用家己，比如我即马开始运动，超慢跑嘅。我嘛咧想，我唔来当运动员，因为我意志力内底，我嘛开想，我来当继续运动咧，1年3摆，我继续运动咧，后尾我免菜，我手啊，咱我手啊，这手我拢会疼，会疼，就是代表这迄路，我太太讲，手杀你，右的杀你，右的杀你，右的，骹棒不对。起右起来，到时候的西藏都会是光。但是袂喘，内底逼出遐物件，臭酸花物件，就是咱不是食药的物件。迄物件，但是迄物件若逼出来了后，咱的气贯通去，氧气贯通去，氧气贯通去了后，你把你整个问题会拍得过去拢拍去。中风，运动到你想讲，毕竟你个心中风即马，你记得我了，较早咱创业时候，即马惊在做落去，因为你下面当我来做人干，袂喘啊，我做嘛袂喘啊，我想你骹嘛免举起啊，安尼落啊，运动先两个，3年你学这你听无？这你学，安尼学。要整，要水会起袂？风果、土药，就是内底土药，就是按杀，伊就是拍气，就是咧拍气。咱若某种用气泡起来，伊无病。有糖尿病人，检查就有糖尿病，260岁，经过拍过了后，当中糖就升90分。你要相信，但是爱就爱，方面唔怕买，分段，无利润继续做咧，做2年2就减5%。但是我家想，我不坚持，我一世人总是袂使成坚持。食药是食冻的，食药是暂时，比如我这手咧疼，我嘛食药咧，止疼会袂下，但是下止疼无好咧，我无食完就是愈来愈严重。但是我是毋是少着拍气路通，坚持我的毅力，暗咧开始，用我的用我即种的正定正修1行3摆，1上3摆心去到调我的身体，我的身体来调好，先把我的心灵合一，是毋是咧修炼？所以今日真正。过去我去行路，我会行差不多8千米。去咱咧行，有点风在天，袂当吹。是有点行咧站旁边无啥，有人用走，但是咧用走袂去。但你若当用我拄才讲一步，安尼做方法。其实，互你做到差不多迄个40分，你逐日做一届，做2届，我就会再试。5点到7点这个时分，比如讲你6点做到7点嘛5点，应该只要40分啊，只要40分、45分。因为电脑是教人45分，安尼啦，因为你做奇怪，
300cc 的温开水，但是你拍了当中，你要啉一杯300cc 的温开水，用煮食品迄落，你来讲，这唔免得睡觉，要穿多穿5点到7点，日头拢日头，7点钟，真正足好。这我家己安尼，我这手啊吼，我这手较袂晓停，因为是我本来因为是咧运动，真正无好运，但是我即摆开始运动到即摆，你讲，你看一年去一届，后天无去，但是你会记住，你运动，你的脚跟啊，脚骹边，你站条70%的后边要安尼，安尼吼，是咱大人。他猛掉来，都反正这个爱挑战70%，现在咱后边在30%。你安尼，你那个冥想你头壳，你安尼两个人，伊这个骹底是咱，这个头前这是咱的心脏。你安尼，我安尼吼，安尼我压下来啦，我安尼打一，我脑部有感觉迄个脑部去运动。因为一切是心中嘛，一切能心中。头前的站在是70%，后边站在30%，但是袂使夹后边，安尼落。不用安尼啦，咱唔对，咱安尼落。哦，安尼落，心者，你持续。啊，你站着，你有个反应，你那是你脑部那是有一些。刚才有咧运动安尼，这是我家己感觉，这是咱咱个人知影吼。啊，所以呢，唔少内底当中，但是要坚持，一行3迈吼。哦，来咱继续吼。欲言故2、3迈。欲言故2、3迈。如地有境。如地有境，含中用，成色其实，一常一行亦犹如是。如今说法，五经说法，犹如是物，好润大地，逆定不行，非主经济，无主兼合，哦，这个无书兼合，哦，这个音响啦，吼，无书兼合啦，吼，世界发生，成我智者，决翕菩提，以我行者，定正妙果，平安我祈愿，心地含诸种，好有色界名，顿我华情意，菩提各自行。用言就是讲，较属有人啦吼，有2、3迈，这个2、3迈就是一行3迈，加一上3迈，安尼叫做2、3迈。迄个3迈就是叫做正定正修，咱一定爱知影。哦，迄个爱讲，迄个3迈心，就是叫做凡物。
义就是一行甲一俗，那叫做义。义我们来讲做解说。若有人负23迈，假使有一个人，有人负着那一俗3迈，甲一行3迈者，如地有奖，就是参照这个大地内底当中一件经济这内底，这个经济什么经济？就是你要成佛的经济，要成菩萨的经济，咱来讲明白。但是因为当中呢，这个含藏供养。心识意识，就是含藏供养，你含藏意识内底当中，供养就是叫做成长的内底当中嘛，当然咱嘛知讲有经济，这个去归伊出业，伊后起来当中去培养啦，心识意识后起来心识意识，心识意识意思讲，你在上啥样？当然，你今日去甲请来了后，你若去甲照顾，你若去甲管理，后起来承受个这得失。这句话就是讲对咱话，就是咱每一个人会当去游道，会当去修道，会当去学道，会当去行到一行3迈，你就是行到一切种德，要证到发心德的这个意见。所以呢，你一定承受了发心德，万一定成了菩萨本。一相一行一行如是，一相一行一如对，一相一本，因为亦复如是这种，你会当安尼做，即是你会当成就了这个咱拄则咧讲的叫做发心德的意思因为。当然，咱嘛知讲，你上课内底当中，咱毋是讲的时阵是较深个喇叭的，安尼就算成佛成佛。咱嘛知讲，伫当时伫佛陀内底当中，伫分道爱修280界这个384界天台修280界。这个你讲问题，这个规界，这是这个是真一个真严的。咱讲的伊对伊甲咱限制的物件，总是要你规定你会当做一行一俗。那你有法度标一行一俗，拢就是叫做正定正修。那那348，就所以讲一俗一行亦是如此，就是讲你若会当当中一行3迈甲一行3迈内底当中，对咱。正定正修，那安尼当中，你要成就了这个道中的一切种都无问题啦莫经说法，这当然是咱做别人啦伊所有的历史讲今仔日说法啦这讲的道理啦，犹如是物啦可论大地啦就是咧甲你讲法。叫做法物，法有力量，法就是物，我就会知啦，会帮我去描述，去描述有当去甲这讲法代志，因为咱有以前的迄草笔，我也未无我进前，我办法，一寡当中，咱抄打，就是讲水还无够，抄打，毋过呢，迄问题啦，就迄阵无袂够。我翕出来几片，前片够水唔对，我经历过，才进去来就讲，我新湾山遐个草皮当中，你都有，我讲，迄个纯物有验，虽然讲出来讲河水真有贵啊，迄树啊放咧落地当中逐丛拢不是你，你们相信吗？300几个不落雨，逐丛树啊结无结啊，但是落雨下袂了后，我听讲的是迄地啊，地骨地叫怎凉起来？迄个凉遐大，嘛啥物人另外咧甲我讲啊？我怎讲？我伊毋知啥物果啦，讲是迄个火热咧啊，讲有
电时啊，你多加数了，你多加足紧的，你甲看，迄个雨会来无？毋过你甲压水个水落，佫无相像哦。你甲压水个水落哦，伊袂大袂要紧哦。你雨甲落来了后，遐物件迄大雨甲落来了后，规个你甲看，新关山的所有的树啊，都是分树啊边当中青了了。有厉害无？我来看你听好无？咱今日真正咱的修行，咱的自性哦，真正迄个十祖为人咧讲讲，我今出犹如，我今出犹如是有。是有就是讲变这个时机啊，这个树啊感觉特别漂亮，但这个时阵来，阿拉到底我想，为了我。咱600多年来这样子来，接回来当中变着别人结束。好，但的确就是接回了后，但你这个接回你过来听道理无好，你问我是不是说，这个我都新闻等来哦，要升这个粉，要升这个粉呀，哦，升这个粉吼，那升这个粉是无相像哦。无伫那边，这个叫做无咯。这个叫做无咯，无物件。哦。所以你一定爱来听，是安尼你本课内底当中讲这些，这里面咱学校一波我去较前面讲，有些人这3日讲的是，一些讲这本书讲3日，这本书好像结束。这本书的道理，这本书的道理，若无深经落去，咱们好无相信，有重要无？所以呢，这个是讲的，迄草啊，迄全部要讲的有人讲，但是咱的道学，若真正灌入落去当中，就真的是坏起来，坏起来，毋过问题啊，真正要互众生真正你若无善良心。他不是那么真的因为众生遐个习惯，个人的心态、个人的思想、个人的环境、个人的命运、个人的因果，拢总无相像。你要讲到会，这是哪接起来不相像？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嘛是要得到解脱，什么人要得到解脱？但是只是你这个事物作着起来，所以讨论内底，讨论这个内底，伊讲讲你一定结婚。你一定不行，譬如经济做讲，即摆是讲我对咱来，咱大家不行，就才是要不正相相，咱才不正，咱但是只要不正是无歹哦，咱只要不正，唔是歹去哦，咱只要不正不歹，那有歹当中，你这个经济甲迄个关系，毋过这个经济，你这个人这个当中，你这个这个当中，而且。是安这个压力起，必然啊！像你今日去这个物件，这个叶啊，这个叶，这个叫做叶啊，这个叶咧当中无动机啊，无动。咱想到说一直有，伊这个叶已经有动。当前这是真良观。真水真火一俱全，已经处理里头灯光照耀在眼前，二目神通，动线动机来发生。你有啊，但是后边啊，你有这个业务来讲起来，因为无这个物件，无法，就这个业务无，你这个物件啊，有雨水落来，下雨雨水落来，甲弄人甲参到这个经济来。这样怎么样？这样怎么样？你们晓得不？你这边人你去斗菜，斗菜是哪？日头啊，日头子。你日头子吼，阮查某囝吼，迄阵我去的时阵啊，去做印度的时阵，伊拢斗菜。啊，因为斗菜，咱要问你用哪？伊用个地锅，用地锅。啊，下底当中，伊就来用地锅来哪？水，水的当中吼，伊只用水，用个
就得甲倒掉，啊，毋知啊用后设定，啊我毋知我袂记，但是经过了吼，伊差不多无人去来读册，有就安尼规个啦，就规个地瓜当中就安拢变红红啊，啊，迄就是咱，迄就是因为伊拢经济的内底当中，就是已经去浸入水了，所以足对伊即个嘢，足对伊即个嘢啊，伊就开始讲啊。这个道理就像安尼讲，譬如出境，哦，譬如面对面相，譬如经济人，譬如经济，哦，负着将三项这个责任，这个是讲责任，哦，责任啊，吼，责任啊，就是你去一定着，哦。哦，就迄个有着人啊，即个经济内底当中有受着法务啊，安尼当中事件发生，要发生物件，即个法发生，立法这个动机，心这个中，这个行动，这个有法有动机了，才会成长，无动机伊袂成长。你要相信无？毋但叫做发生，咱来讲叫做发生。这只车若无发动，伊会行去个。伊个这车若无发动会行，但是咱的自信，若无发，所以经方面来讲，发阿妙多罗三到三摩提心，叫做发，就叫做心。发就是动机，动机就心，互启动起来。所以我过去常讲一句话，我过去常讲一句讲，即个什么救病无二别啦，哦，如是二心先发生救病无二别啦，哦，就是讲，咱一个人，迄当开始甲救病，就近的解脱，甲伊当开始。但是本来是无迄个开始，你无迄个救赎。但是救赎对开始啦，咱想个比如，你到外咧，迄只车若无发动，你迄只车比较，即个叫快，但是车若发动比较快咧，就简单，车唔能动。咱即个心人我无提心，你心无提各位，你无可能发，所以。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简简称叫做花心。简一面来做语言来讲，伊无叫做发，叫做花生、发心。伊无叫做发心，简讲叫做安。因为发心甲发心伊共无意思，安尼意思是个。咱即个心的心物内底，咩呢？咱个听好，咱听道理。为咱一般人安尼道理听了了，会发心的人，真侪个。未发心的人，你甲讲道理嘛听无啦，因为伊心放袂起来，伊心动袂起来。咱讲个我听袂入去，咱想讲一句话，经伊阿唔对，有影，真正人真正诶，咱小人讲一句话，有就是有，北京嘛是，伊只听无，伊只听无，你讲伊收，听着收，我着听，参像爱我命，我着后来爱讲伊做，爱讲伊享受，爱我欢喜个，那后尾死要去倒去，是毋是安尼讲？但是有一日呢，若真正面对着死亡，伊安尼想袂，就袂安尼想。我着较早安想讲，我头。这个较早，这个我们先红彩，因这个讲过，我这边给情况因能让他很多忙在，但是我已经跟他表达会了，会线了，很严重。第一个在如果叫我我们情况，那比方他们情况。
但是这办事好了，因为唔是讲你要做我做对，拢会爱请先当面，这个朋友我欢喜，要比起家己老爸老母比，就老爸老母等呀，比个才老爸老母的身手嘛，老爸老母比，我爸爸我还年轻啊，我唔知老爸贵气，但因老爸贵气是到点么先过咧？但是因兄弟大家都有时到先不打我有时到做生意无啦，是安无啦，我唔知。但是伊面对着了后，那已经发生了。所以咱贵公司成日讲，越心理理智，越学理理智，越领导理智，越比成功一两多。小什么家庭？叫会先家庭。每一个叫你个企业话好，迄学到的地方的是人平常成长，太阳不早甲穿个后背摊，一日去翕就要搬呀。大家我去看到你做，大家都惊袂痛，拢爱那北京一边下来拖去标标，每一个伊袂惊啦，每一个伊袂惊。发生但是要甲掠去标标，伊较袂惊，每一个讲停了。迄阵那去想的时候，我一世人，干安做。若得我重新再来，我袂安尼做，我袂好变小嘛。是毋是安尼？足侪人拢是安尼想，但是咱个想法，咱一世人已经来做人啊，天都互咱得着啊，天都咱得着啊，咱无好好修，咱若得到了，今日家己。放动，家己把咱的税务、把咱的生命、家己咱的价值甲放弃，后日啊，就是去当咱离婚的时阵，你都该后悔，你是会后悔。就参照我之前讲，迄4月要来标语，大家讲，那我重来，我要好做。咱若人到要结束啊，当中咱过去都无想，那我重，我会当个重来，我要好修，安尼有咧，已经来不及。后世人你莫说这对去。但你有想法吗？想啦，我就知。我这世人无变谢谢，我这世人无变的是讲，因为我敢若安尼行，想法怎么来？我嘛安尼，我嘛感觉这心福平静。身体面对良心的种嘛毛病，敢是良心的种毛病？事实就是安尼，因为不理性面对人，我就是安尼过嘛。我就是兴北京道嘛，就兴国道。离咱北京道内底有讲着啦，有讲着政府甲政府甲政用嘛。所以离迄个内底当中，我讲谈菜市离安尼分享，咱人，一个我讲无对啦我直接讲，做迄个逞强一下啦迄个政府我。这个物件啦其实这个物件在研究讲世界有一个叫做哪个这叫史标这叫显标这叫显标什么叫方标？方标叫做小不减。伊是我意思讲到，这个显这个数额不够，就很多查证。这种这个性质基调，这个性质基调，这个六道轮回三方面，是三方面，是三方面的者，这叫做三世间的者。成业，这个叫成业者。什么是我当然是有几个出现地方嘛。但是你成事业，这个事业就是哪？我咧做事业，为着赚钱，我做事业啦。事业就叫先，事业就叫有一件一个成业，一个事业就是我帮你做先，但是我帮你做唔对，但是我是为赚钱，为来做，食跑路，是依据我这个家庭。这叫成业，这叫事业嘛，对不对？
成就就是因为我今日来乐善好施，这个三上业内底当中有一个叫做天道嘛，天道嘛，有一个叫人道嘛，有一个叫阿修罗道嘛，阿修罗嘛吼，这个三上业嘛吼，啊这个天道就是这个成就要做嘛，哦，啊咱叫人道，就是这个事业嘛，阿修罗道就是这样物件，恶业就是恶道嘛，哦，啊咱今日这个叫做正业，啊正业来这个叫正业。这个正业我这个信仰，信仰都有。咱从过去40几年前，咱伫道中咧参这个信仰，这个我讲，咱无去，咱今日虽然做着咱的事业，做咱事业，但咱咧标着正业。正就是不偏，正就是真正正着圣灵之业。无简单，但这部分恶业呢，就是这个小的恶业，诈骗集团一堆，害人放火一堆，害人赚钱放火赚钱，开机啊，哦，杀业啊，杀业这种恶业，哦，人家讲杀业这种恶业，所以我一说啊，杀心这是恶业吗？杀心是恶业呢？哦，这因果作工呢，所以讲开机啊，搁内底啊，赚钱有老师。过去老人常讲，但这是所以今日想除了咱今日个当中的事业甲事业到真正达成正业，正业就是圣灵之业，圣业就是违法重生。但今日这个我叫去话咧，叫去采购，今日讲去几工去50工，10天，好，这当属长。哦，明体建设公司，那个冠军建设公司董事长，两个阿婆带去泰国，伊啊过50天，去趁钱无？若要趁钱，免就去啊。无趁钱啊，伊去做正业，做圣灵之业，企业当较无钱，我看当中欢喜到，坐要倒来，咱逐个依然想，感觉离咱逐个相处了。安尼做感情啊，伊要倒了后，散还泰国迄5千，做团里了伊人想，咱人行满天下无厌论，言满天下无口渴，行满天下无厌论，这毋就是信仰嘛？你行到这个所在，无人无欢迎你，大家都欢迎你，咱这毋信仰嘛？虽然你一定要了解。要互咱自信中，要互咱的自信中容易发生。好，将来世界发生，要你的自信的发生，发生什么物件？发生信仰。咱你做通过这物件，你做会出来。哦，心魔旨意，心魔诶，这个性旨意就是你听我的迄个，这个迄个旨意，叫菩提，你到我一定得成菩提。这个菩提叫做菩提，若要讲起来叫做觉，菩提就是觉，菩提叫做觉，这个觉菩提叫做本，觉就是本嘛。所以老师讲你讲本有如觉呀，分为数门开始目的，哦，伊就是本有如觉呀。所以这个菩提的觉，你要吸着菩提，菩提嘛是讲自性，你会当依着你自性。以我影响，你乃当照着我意思去行，静定静妙果。你乃当照我意思，这个妙果叫做什么果？这个妙果叫做菩提果，叫做果。妙果变嘛，哦，所以有尾咱讲，天王以外，咱来做回应，你用着你手机来讲，心地安住种，好物该事，这世界面。顿悟化清意，菩提果自性。用这首诗句，来咱做结束。啊，就讲，今日你心地含主执，你这个心地内底当中有含心性，有含着你一条正理内底。那咱来做来讲，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心
成在王在，成其王在，成在心心在，成其心心王。佛是心中作，无向他无。伊要离外口学咧，伊是心中作，所以咱心地安少，咱心地有一个啥？有一个不个精气人内底。好，伊来讲，服务世界人，各位，咱今日，咱来到同个服务，听到咱过去这过下，点文书，安尼甲咱教育，甲咱宣传。相信讲，咱好成这一过下，所以咱过去考经理，咱过去就理，甚至咱过去10年内底，安尼甲咱教育到起码内底当中培养几十年过啊，无是啊简单，有法讲是到起码，你拢是简单的，其实坐袂牢，坐袂牢，就穿到即个经济偏边啊，伊无咧。伊要伫土壤的内底当中接受污染的迄个一个经济内底边啊，拢无接受着污染，拢无接受着污水的物件，迄个经济的问题无可能。各位，这人来救到了后，伊原在对道德办法拢无来，道理拢无来听，讲伊拢会成分，伊拢会伤大声，我无去相信，是不是安尼？阮老爸较早人讲。你大一个人，你想啊一个人，真正下咧甲你收益，下咧甲你食饭，爱千多万多层，千多万多层你听有？你赚着迄个业绩，你赚着迄个苦果，你鼓励一个人清高，啊叫菩萨，已经毋是3倍，你着我甲改变。简单讲起，咱一个人过去的苦业真难理解。你讲要清高，要得菩萨讲较简单吗？那较简单来讲的，有就甲你生活，就甲你收入，甲你合作，大家都菩萨。花比你我大王菩萨。道经、地经、天命经、书信的书信这所在，所以咱不断接受教育，服务世界人。那安尼当你会当接受真理与教育，你一定有一个，而且个人在当中，你一定一定是要顿无怀疑，顿无怀疑就讲，你今日你这张会，这个怀疑计算是讲地位起来，但是若议会甲讲起讲，一定开会啊，开会结果咧，开会结果，但是开会无代表一定会成果，但是成果一定来开会，安尼讲听。因为你无开会，那结果，啊，但是开了了后，为了无结果，就叫联谊来，啊为，当生下了就挂回来，对不对？你谈到底是旁边，嘛是较简单。所以呢，你这个当中，因为这个最暗的了后，你发生了后，顿悟完成你一定自信，一定启动啊，你地位硬起来啊。那安尼当中呢，目的各自性。我这样讲，一些文章，今日阿去，我咧唔要看规张，山下来对他真正能看得了的对。当年咧新人咧，规张内底当中吼，拢不一定对，要看得了。唔过呢，我暂时吼，我会使，会波人会使，但系包包咧，规区迄个山啊，拢变成白落啊，拢白落啊。我迄包咧，目屎闻啊袂少，对，迄闻啊算包，伊无包起来吼，伊惊叫行街，来叫行街丢掉，来叫花。就今日讲嘅，迄规划了后，结果伊咧作家作办作者，因讲喺度，要来算着，谈可能是从包嘅，好，学嘅个性。咱即个个性咧，咱只要学的个性咧嘅，但是你要去坚持了，你唔能讲惊到一半，咱做事我实难讲，你看，及时行，何时对？及时行啊，何时对啊？
自时心，就是讲到自无味，神自无神自时就开始无味，要承受无味高潮，要开始承受了后，我叫对了。咱为前为啥咱说好盖棺那离婚。啊，我讲，所以我是什么？我还挺感觉，因为我老公对，咱去我过去40几年，那是过40几年，但是呢，我4个钟，比较是，所以不高兴来，咱这里不经过来，这个证明，我就是证明，这个证明不是讲我下面，这个证明就是不讲。你有接受到一路来的传承，你正你生活内底当中，你有接受到正向的传承。这个命，你这个命，天命，你这个当然有正有传落，有关落。哎，你这靠你白，3年创造12年，两个起码已经准备结果了，但是我们。可惜我，但是伊听到人讲出我言话话，所以坚心到唔是讲我坚心到30年、40年、50年，我大家坚心到怎样呢？迄个坚持，哦，迄个坚持，坚持，这只火车对高雄到我台北。各就是环向世界，台北就是咧放开做个地方。为了火车南北咱坐到台南就溜啦，飞坐到台就溜啦，飞坐到桃园你到安尼，啊溜落飞坐到板桥又到溜啦呢。好，那么小老当出票呢？所以希望过来对咱男的真正真坚持对真理。国家内底当中，你有真正坚持，迄个坚持换成叫地强，迄个坚持换成叫地强，地强，这个地，你完全足坚持，你家己的证明，你完全毋是要单单你受到人3句的歹害处，那安尼当中心高心的。较早咱当年讲一句话，人着食饭到底在想你世界内底当中无对一个好你较好，你的心若坚持袂牢，你维持做地都无效。所以是这样，咱是生活内底当中，咱来了解，我嘛建议咱如常，即同修大道，就对起咱讲给你，但是若是你一路来。咱坚持，死守成功，坚守不变。但是我相信，我过去，伫咱手机你过来，嘛是可能困难的。但是你把头顶来看这点人拢无，所以呢，咱可以讲真可惜。所以呢，合作甲你交代，为内心世界家己会讲。通伫外口咧合作，这是伊的能力，讲这个所在，讲做者，这个本，这样，就可能会心理。好，谢谢各位，谢谢。大共请起。向无极当五行3级功以前大位功，再起功，3起功，感谢父前人慈悲之功，感谢本坛师慈悲之功，坤大位功，再起功，3起功，感谢父前人慈悲之功，感谢本坛师慈悲之功，4
支架向肚脐拉骨前3鞠躬，面前倒1鞠躬，再1鞠躬，3鞠躬，支架前2鞠躬，双架腹前2鞠躬，双架腿4鞠躬，臀